乐宝？哼，瞧瞧，这乐宝可贪污了不少军饷啊！是奎伦呈上来的，怪不得乐宝想要奎伦的命啊！哼哼哼，现在我倒是觉得可以要乐宝的银子了。大人，这行吗？哼，怎么不行啊？哼哼哼，该死！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大人，军机处是不是责怪大人按兵不动呢？这哪里是什么军机处的停机，这是讹诈！说什么我延误战机是为了捞取更多军饷？屁话！他们知道这里的将军督府各怀心思吗？大人，这是督察院来的，这不合情理吗？御史要是觉得大人围剿不利，应该上折子给皇上，怎么会先询问起大人呢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是讹诈！周廷栋这个王八蛋，送给他的银票退回来了，现在又想来敲诈我。看来你得去一趟京城，让汪海棠转告周廷栋，收起这一套。大人觉得广兴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所以你得去一趟京城吗？可惜现在本王已经不是军机领班了，也奈何不了奎伦。这次不是奎伦，是周廷栋。周廷栋？副左都御史周廷栋？没错，正是他勒索我们经略大人。有广兴鬼抓狐没有？有没有证据？哎，我正想着怎么整治鬼抓狐呢。不清楚周廷栋所做之事，鬼抓狐是否知道？不过这证据嘛，王爷明白，不能公之于众。这需要王杰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大人，门口有个客人，说有要事拜见大人。什么时辰了？子时了。我告诉他说，天儿这么晚了，如果有事，明天到内阁支路见大人。他说白天不方便，只有这个时候见大人。哦，看来还不是个一般的客人。请他进来吧。是。中堂大人同意见你，请跟我来。哎，你倒是什么人？老哥还是不知道为好。请。你是？我们不认识，中堂大人。我们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。中堂大人不用想我是谁。呵，我这么面生，还以为是年岁大了，记忆力差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是来向中堂大人提供一条线索。我想，中堂大人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
你先告诉我你的身份。这不重要，中堂大人。我们大人不需要中堂大人的回报。督察院有一个小金库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贪墨，简直就是强盗行径。中堂大人，督察院专司风纪，有监督的职责。难道御史们也贪墨？哎，等等，督察院不涉及躺银，哪来的金库？什么样的金库？这就需要中堂大人去查了。我们大人只让我告诉中堂大人这么多。到督察院，本房去挖掘金库。督察院会有什么金库？听起来玄乎。即使御史有心贪墨，可躺银、军饷、赈灾款、修建费用，哪一笔银子都不经过督察院的调拨呀。再说，广兴正受到皇上看重，前途无量啊！难道他会让手下毁了他的前程？这个兄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说广兴好逢银，这倒是真的。说他贪墨，兄弟也不相信。不递匿名信，子夜直接找到王中堂府上，说明他希望王中堂相信他所说的。就是说，这个人迫不及待的让我们去查督察院。可谁会那么急不可耐的等着瞧广兴被查呢？难道是程王爷？这个人不像王府里的人。王中堂、朱中堂，我查过了京城的客栈和会馆，您描述的那个人，很像是乐宝的师爷。乐宝？乐宝的师爷进京，替乐宝办事。师爷有情况过来，快去请大人。大人，京城派人捎信来了。赏他10两银子。这，跟我来。本房的钥匙一向是由一位主事拿着，可是近来却被周天栋收了回去。现在是除了周天栋和汪海棠之外，别的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本房。看来这里边还真有秘密。王中堂，你看，依我看，本房里一定有什么秘密，但是不是小金库，就难说了。我就担心这个呀。万一我们去查不出金库，他们就会反咬一口啊。查，犹犹豫豫办不成事儿。你把督察院给我围起来，到时候只许进不许出。我去向皇上禀报。如果找不着小金库，本部堂一人承担。那怎么成？我与王中堂
一起去见皇上。宋云包围督察院后，你找那个督察院主事，说服他协助你查，一定要查仔细了。我和王中堂能否对皇上有个交代，可就全靠你们俩了。二位中堂尽管放心。皇上，朱中堂、王中堂两位大人求见。臣王杰叩见皇上。臣朱时勋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们是为内务府的事儿来的吧？不，皇上，是督察院。督察院？皇上，督察院有一个私设的小金库，微臣与王中堂商量后决定查处，因为事关重大，所以不得不惊扰皇上。二位中堂没有弄错吧？督察院可是清水衙门，从来不沾银子，怎么会私设小金库？王大人，有没有小金库，一查便知。光绪恳请二位中堂说个牙白口清，查了就知道。奴才也恳请皇上恩准两位中堂彻查督察院，奴才愿意随两位中堂现在就去督察院。起来说，起来说。王大人，你不觉得应该回避吗？丑话说在前边，如果没有所谓的小金库，二位大人得向皇上有个交代，否则就是卑职有心耍大度，也无法安抚愤怒群起的御史们。因为上次成亲王他们迫害御史，大伙正有气儿没处撒呢。起驾督察院。起驾督察院。我说啊，督察院这边好摆平，回去转告你们巡抚大人，副左都御史担心的是那边，布政使走王杰的路了。大人放心，布政使打死都不敢归王杰讲。这个布政使不是王杰的弟子吗？没错，他是王杰弟子，但在官衙里蓄养幽灵这事儿，他能给王杰说吗？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守住大门，只许进，不许出。守住大门，只许进，不许出。六科长印记释书，李天士、京城、15部监察御史都待在你们的职房里，不许随意乱走。都御大人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本房在哪边？不是，本房里没有什么东西。您，哎，苏云大人，下官拜见大人。把门打开。大人这是要副左都御史周廷栋不在署衙，只有他有钥匙进去。二位大人，为什么要查本房？本房里什么也没有啊！王大人，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就让我们进去瞧瞧嘛。不，你要不打开，我就下令砸开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大人，我不在这里当差，刚从山西来。山西了。我说二位大人，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？
小金库。金库？这是怎么话说的？督察院可是清水衙门。哼，是清水衙门还是浑水衙门？只有你和副左都御史周廷栋清楚。你自己交代出来，可比我们查出来的罪轻。下官没什么交代的。哎，我找左都御史广兴大人禀报去。广兴大人这会儿正在养心殿陪皇上呢，你们在这等着。哪也去不了。等王中堂来，这是王中堂的命令。戴大人，怎么样？什么也没有。会不会有地下室或者密室之类的？怎么能没有呢？会不会是乐宝事业串通周廷栋，给王中堂下了套？王海棠，这个王海棠是关键。皇上驾到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王杰，臣在。把你们说的小金库找出来，指给朕看。广兴回避。这。广大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金立清本房放了什么？下官也在纳闷，事情来得太突然。我问你，到底藏了什么？听都是说，副左都御史周廷栋要走了本房的钥匙，谁都不让进，只有汪海棠和周廷栋出入本房。大人，详情下官也不清楚。看来真有事。周廷栋、汪海棠呢？周大人今儿一天都没见，汪大人刚打开过本房门。两位中堂，卑职什么也没有找着，既没有银两，也没有银票。另外，王海棠还跑了，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啊？陷阱？卑职担心是乐宝师爷与他们里沟外联故意设的一个圈套。两位中堂，定亲王拘押多位御史的事儿刚刚平息，假如我们什么也没有找着的话，皇上肯定会怪罪我们戳的嘛。广兴好像也不知情。那么这个套是谁下的呢？周廷栋、汪海棠背后的那个人又是谁呢？肯定有勒宝的事儿，但本官不明白勒宝的目的是什么。谁啊？周大人，周大人，谁呀？进来说。
哎呦，我的周大人呐，大事不好啊！怎么了？王杰要查本房，苏云、戴去亨已经到了督察院了啊！那王杰发现什么了？我也闹不清楚啊。王杰派苏云、戴去亨先到，苏云把督察院都包围起来了，只让进不让出啊！哎，戴去亨闯进本房就说要找小金库啊！别慌，别慌，本房里面没藏银子，他们未必知道真实的情况。怎么样？找到什么了？尚无结果，皇上。尚无结果，永远也不会有王中堂想看到的结果。二位中堂惊动了圣驾，我这个左都御史不说什么，二位还是跟皇上说个牙白口清吧。王杰，臣在。你把督察院搅了个底儿朝天呢，总得对6科掌印给事中15道监察御史有个说法吧？皇上，微臣深知兹事体大，若没有线索，微臣岂敢惊动圣驾？皇上看的是结果，请皇上宽限微臣与王中堂10日。皇上，微臣可安抚不了6科掌印给事中和15道监察御史啊！王杰，臣在。那说说你的线索。皇上，皇上，此事疑点甚多。周廷栋为何收回本房钥匙，不许都市、比贴市和京城进入，而他和汪海棠却可以自由出入？周廷栋人呢？周廷栋没看到，汪海棠刚刚还在，现在却不见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微臣刚刚进来的时候，看见汪海棠和山西巡抚的师爷在一起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山西巡抚师爷，那汪海棠是湖南道监察御史。奴才也是隐隐约约听别人说过，汪海棠和山西巡抚的师爷是同窗。找到周廷栋、汪海棠。这。王杰啊，副使君，臣在。朕就宽限你们3日，告诉朕这个小金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微臣遵旨。你呀，马上去查一个人，去查山西巡抚的师爷。查他？督察院本房颇为蹊跷。朕估摸着，以王杰老成持重，小金库绝非空穴来风。也许这个山西巡抚的师爷就是揭开谜团的钥匙。这个山西巡抚的师爷和汪海棠根本就不认识，广兴还说他们俩是同窗。这么说，广兴匆忙之下掩饰，说了谎。正是。而且，这个山西巡抚的师爷和乐宝的师爷却是同窗好友。乐宝的师爷是。看来这2个同窗才是小金库的钥匙。你们俩说，到底在本房里藏了什么？说话呀！我和汪海棠正在本房谋划淘金。淘金？哎，是这样，大人，山西巡抚的小舅子为了一个幽灵，打死了布政使的常随。按察使呢，碍得巡抚面子，官司不了了之。布政使心生怨恨，但在官衙蓄养幽灵犯戒，尽管他是王杰的弟子，也不敢找王杰，不是？那上折子弹劾是山西道御史的事，你掺和什么呀？咱不弹劾谁啊？大人听我解释，这个常随是直隶人，咱们呢给山西巡抚递过话去，那个苦主告到督察院来了。
如果他要想摆平，就得拿银票。哎，哼，我算听明白了。可是你们如何安抚那个苦主，想过没有啊？其实那苦主没有告来，所以混账！你们是在用御史的，御史的名分在讹诈，你们怎想得出做得到呢？下一个准备坑谁？乐宝。乐宝，经略大臣乐宝，你们俩太不拿脑袋当回事了。趁王杰朱世金没有明白其中的关系，尽早收手。哎，大人，汪海棠解释说，担心再发生类似定亲王拘押御史的事，所以急着脱身找周廷栋商量如何与我联络。奴才当时不是正在皇上这儿禀报瓜儿的事儿吗？这么说，汪海棠没有问题？奴才没查出什么问题，而且督察院也不可能有什么小金库。朕希望王杰这次是捕风捉影。你明白朕的意思吗？奴才明白，奴才心里时刻装着皇上。哟，这不是左都御史大人吗？德林公公，您伺候皇上辛苦了，这是广兴的一点意思，收下，哎，收下。哎，德林公公，哎，对，就这点啊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这件事至少说明广兴在说谎。山西巡抚的师爷跟汪海棠并非是同窗。也许广兴不清楚，并非有意。你查一查呀，这个师爷找汪海棠做什么？他们是不是同窗并不重要。那可是眼巴巴的盼着松云、戴居恒能查出点事儿，也好断了这汪海棠、周廷栋的后路。好啊，你们就这么盼着我们大人倒霉？这位兄弟是……不管你的事儿，你们大人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跟我走吧，我们大人要见你。你们大人是副左都御史。仁兄，对不住了，我要先走，我要去见周大人了。啊，去吧，别日我们再聚。好，后会有期啊。人呢？大人问的是谁呀？哼，你的同窗贤弟呀！步军统领大人来迟一步啊！周廷栋刚刚派人把他给接走了。刚接走？是不是门口那辆马车？我坐在这儿没动，不知道什么马车。快追上刚那辆马车！是。哎，骑我的马，一定给我追回来！是，大人。走吧。我犯了什么王法？没有，是王中堂请你到府上走一趟。你深夜到王中堂府，说了个没头没脑的小金库，害得王中堂挨了皇上一顿呲儿。皇上限定日期，让王中堂把这事儿说清楚。
所以你也逃不了干系。走吧。昨晚你是不速之客，今天我请你来。中堂大人，那都是道听途说。昨晚上酒喝多了，一时兴起，就跟大人说了那番话。昨天晚上你心里清楚得很，今天你是满身酒气。带了多少银子？是银票，那么多银子咋带呀？多少？你尽可以带着你的银票回去吧。哎，你这带我到哪儿？这不到了金銮殿了吗？哎，你不是带我要去见周大人吗？这怎么到了皇宫了？哎，你慢点，到哪去？皇上，奴才回来了。事儿办得怎么样？奴才比孙云抢先一步。果然像皇上所讲的，这个师爷是个好钥匙。奴才已经把他弄进宫了，皇上可以亲自审问他。抓着某个官员的把柄，不上折子弹劾，而是把话递过去，逼着对方来花银子买个消停。这样一来，督察院本房里就有了一个看不见的小金库。这是讹诈！御史的职责本司风纪，却利用自己言官的身份进行敲诈勒索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大人，王中堂卑职奉命去追那辆马车，但那辆马车进了神武门，进了宫？你肯定是酒馆门前那辆小马车。没错，就是那辆马车。他说是周廷栋派来的，可当时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个太监。难道皇上也在查这个案子？这么说，你没有直接见过周廷栋？没有，都是王海棠谈条件，周廷栋没有露过脸。那据你所知，左都御史广兴知道这件事吗？据王海棠说，广兴一门心思往上爬，最怕有什么差池，所以不能让广兴知道。皇上，微臣有本要奏。什么事儿？微臣要弹劾东阁大学士军机领班王杰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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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附议。王杰，臣在。你惹恼了不少御史。折子呢？呈上来。哦，是查处督察院本房的事儿。皇上，王杰就凭一两句说辞，就闹翻整个督察院，弄得满城风雨啊！御史专司风纪，却受到如此羞辱，此歪风若被效法，科道竟毁于一旦。臣等恳请武皇明断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。王杰，那你就说说吧。皇上，臣正准备早朝以后禀报。
既然这么多御史一再要求，那微臣就现在禀报。经过松云大人和微臣一番调查，督察院小金库已经明朗。你找到了小金库？找到了小金库的钥匙。有钥匙？拿出来给御史们瞧瞧。皇上，微臣所说的钥匙是居言官之手，行要挟之事。这把钥匙现在德龄公公手中。周廷栋，你对汪海棠不法之事知道多少？皇上，臣不知道汪海棠做了什么呀，皇上。汪海棠勒索朝廷官员的事儿，奴才知道一点。皇上，能肯定是皇上身边的德林？王杰、松云都认为是德林。哼，那这会儿乾清宫里的可热闹了。王杰是性情中人，一定咬住周廷栋不放，也让鬼抓狐出一身冷汗。好，好，朕记得你说过，汪海棠没有问题。奴才当时正在调查，还没有弄清楚状况。奴才恳请皇上把汪海棠交给奴才，奴才对他一直就有怀疑，所以派周廷栋暗中监视他。皇上，既然广兴一直暗中调查汪海棠，就让他查到底。这。广兴大人、周大人，二位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汪海棠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汪海棠执任言官，不念职守，反行讹诈勾当，着令摘去顶戴花翎居审，苛求银两，一一核实，钦此。汪海棠接旨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广兴大人，广兴大人，周大人，这是山西巡抚的师爷开口了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。周大人，咱们俩可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。左都御史从王杰手里抢过这份差事，就是为了要庇护咱们。不过你得暂时先受点委屈，先到牢里待2天。广兴大人他也得像模像样的做给皇上瞧啊，免得王杰到时候对皇上说广兴大人沾勋庇护。您说是吗，王大人？那是那是。周大人，您可得跟广兴大人好好说说。你看我这……那是。走吧。爹，广兴大人，广兴大人。皇上把汪海棠交给我查处，你们就放心在府里等消息吧。走。小人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们巡抚大人的事儿，朕交给东阁大学士王杰办理。你对他说：“王杰，你坐下。”对，小人遵命。事情的起因是我们巡抚大人的小舅子打死了布政使的长水。小鲁死了，当时就死了。仲南大人见过小鲁。为什么？为了一个苏州幽灵。说起这个苏州幽灵来，确实威动一般。那身材比起黄花女子还要又勾勾又丢丢的，说起话来善不搭的，挺讨人怜惜。就为了这个苏州幽灵？对，他本来是布政使
花重金从苏州买回来的。我们巡抚大人的小舅子也喜欢上这个幽灵，可不正是舍不得，这就起了摩擦。小舅子在街上与小鲁狭路相逢，动起手来，就出了人命了。他们竟敢在官衙里蓄养幽灵啊！不正是得理不饶人，生天要到京城来办东阁大学士。大人，这话怎么说的？往下说。是，中堂大人，巡抚大人和按察使大人都来劝布政使，布政使转而想，闹到最后，官衙里蓄养幽灵的事暴露了，惹自己一身不是，也就认了。本来大家都已相安无事，谁知督察院汪海棠横插一杠子，捎话给我们巡抚大人说，有苦主闹到督察院来了。巡抚大人这才派小的来京城打点督察院。行了。皇上，微臣有责任，对不起皇上。山西布政使是微臣的弟子，山西巡抚也是微臣推荐给皇上的。可他……行了，你有责任，朕就没有了。这2个人外放地方也是朕恩准的。给王杰赐座。是。谢万岁隆恩。坐吧。下去吧。是。